带来爱塔菜的好朋友，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呢，是台南的友爱街。我想老台南人都知道，友爱街其实因为临近我们中正路的关系，所以使得这里呢沿途就林立了许许多多的精品店，到现在风华依旧。但是台南人都知道咯，如果到台南一定要走进巷弄里，所以我们走进友爱街的巷弄里，看到了友爱街的市场，市场前有一间非常个性化的旅店。这个旅店呢，其实它是跟所有的阅读有关系，跟书籍也有关系，因此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以及台湾各地的文青来这里旅行。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邀请我们这个旅店的企划经理黄静瑜黄小姐跟我们做介绍。美霞老师好，各位朋友大家好，那非常欢迎大家来这边玩。那其实我们旅馆的名称叫做 UIJ Hotel and Hostel， 其实 UIJ 就是友爱街的谐音哦。对，那这边真的是很多爱读册的人都会很喜欢的地方，就让我为美霞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吧。这边去了。美霞老师，这里就是我们的大厅。哇，这个大厅很有现代感的工业风耶，而且充满了书香的书店的感觉，对不对？没错，被你看出来了。因为大家常常走进来就想说，我是不是走错地方？但没有错，这里除了是我们的大厅之外，也是一间24小时不打烊的书店哦。所以如果你住进这个旅社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你也仿佛住进了一间书店了哈。24小时不打烊，其实很幸福的，真的对。那我们书店其实它的名字有一点特别可爱，就是叫做雾雾书。雾雾是雾雾，就是来自于台语的第一步步哦，第一步步。其实我觉得你们给人家的感觉就是很甜蜜的感受，对不对？对。那我很多的朋友就讲说，如果到你们书店来，你们都会给他一个很特殊的见面礼，那是什么呢？对，其实大家住进来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安排一个仪式感的东西，我们会借每一个入住的旅客一本介绍台南的书籍。哦，也就是说，他住在这里期间，他可以借阅这本书，对，让这本的写台南书陪着他的台南经验，那很特别了。对，所以其实大家住进来的话，就会有机会借到美霞老师的书，很荣幸哦。还有今天的特别来宾阿春爸的书也都可以借得到。也就是说，你们这里会提供所有来住宿的这些客人，所有台南作家，然后写台南的，都可以陪伴他很好台南的旅游经验，对不对？没错。那其实您知道吗？很多人最喜欢你们，这其中有个点就是你们的厨房。哇，你们这个厨房真的太令人惊艳了，可以带我们去看一看吗？好啊，没问题，这边请。那美霞老师这里的话，就是我们3楼的公共空间，它叫做你好沙龙。前面的话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厨房的部分。哇，这个厨房的感觉真的很像家的感受了哈。对，没错。对，所以很多朋友住进来以后都会觉得说，哇，我虽然在旅行，但是还是很想要去市场里面采买，来这边下厨，跟朋友一起分享食物这样。所以在旅行的时候也可以享受当地的美食，真的很好。真的。那这个厨房其实它正好在你们的1楼、2楼，我们以为年轻人设计的一个主题为中心的，跟楼上比较特殊的一种套房的中间。对，所以它是不是有一个共享跟共用的概念放在这里？没有错。大家常常来这边会疑问说，是不是3楼的空间是只有背包客才能来享用呢？我们会跟他说没有哦，不管你是住进 hotel 或者住 hostel 的部分，都可以来这边享用这里的空间跟氛围。所以如果这样讲的话，在我们这个旅店很特别，是他们有一个为年轻人设计的一个主题的房间，也有我们为比较特殊的主题或是特殊族群所设计的。那你们想稍微介绍一下你们的整个房型的设计有什么样的不同跟特点呢？对，那其实背包客的话，它就是上下铺的共享的房间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大家都可以用很轻松的价格就可以住进非常有设计感的一个旅馆的感觉。那我们一般的客房里面呢，我们有一间房型是很特别的，它里面都会佩戴一台黑胶唱片机，所以刚刚我们在大厅看到的所有的黑胶收藏，你都可以接到房间里面去聆听哦。所以你可以在房间享用。其实来到这里也不错哈，对，那个蓝骨头的感觉，让你觉得好像可以带一卷书，然后呢享受一个很好的台南老下午，绵绵柔和的感觉，真的像做一个很好的美梦一样。所以我想这间的旅店呢，它之所以受到很多人喜欢，是因为它
也针对年轻人的文青取向，让你可以住进这里。其实呢，它 CP 值非常高。除了这以外呢，当然还有你看黑胶这么好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房间，还有很多有关书籍的设计，都让你觉得真的贴心到了极点。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我们旅店的企划经理王经理来给我们做这样的介绍，谢谢静瑜，谢谢美霞老师，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玩哦。好，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就是大家的首选，最有书香味的旅店喽。带咱们爱读册，打开一本书就是打开一个丰富的世界。各位亲爱的朋友，又很高兴在这里呢跟您见面。今天呢，我们带来爱读册呢是一个旅行阅读的单元。我们的主题呢，主要是要讲到一位非常的大家喜欢的作家。怎么形容他呢？待会儿慢慢的告诉你。我们先请他跟你打个招呼。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阿春爸，阿春爸你好，老师好，还有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想阿春爸，大家只要提到你，就是觉得超级型男，又是网红，然后介绍台南的专家。更厉害的是，我们发现只要每次有你带路的台南，绝对是一个秒杀。所以阿春爸真的，我们很高兴今天你可以跟我们谈谈阅读，而且我们的阅读是要针对旅行阅读。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友爱街旅馆，它既有旅行，而且你看我们又在一个充满书香气息的感觉，不错哈。对，感觉很好。那其实呢，我们这个节目要推出之前，很多朋友知道我们要邀请到阿春爸，他们就要我问您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是阿春爸？为什么是阿春爸？是啊，您看起来不像老爸爸耶。对，这个要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哈，因为有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名字是不是有？它应该是一个有老 Coco 的两个女儿2个儿子。对。其实本人目前单身未婚啊，感觉应该这样才不会让很多人这个星光感够被吹哦。会叫阿春爸是因为我们家的猫啦。原来阿春是一只猫。我们家的猫是叫阿春仔，那时候会给它一个这么乡土的名字，是因为希望说，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长期住在乡下，那时候了解，就希望说，他们看到这一只猫会觉得比较有亲切感，很亲近。阿春啊，阿春啊来了，果然这一个方法有奏效。就那个阿春真的跟你们家有一个很亲的关系，像 family 家人一样。所以你是照顾这一只猫的爸爸，就叫阿春爸。叫阿春爸。原来这样。可大家知道你叫阿春爸，也非常懂得你这个很特殊的发型。可是更多人不知道您的真名叫什么？真名吗？对呀，我姓黄啊。黄。然后我的名字是玉清，但是跟费玉清的玉清不太有一个字不一样。玉是一个就是非常浓郁的郁。了解。对，是。你的名字挺文青的嘛？真的吗？可是我告诉你，不要讲你名字没人认的。阿春爸呢，就是我们讲台湾头跟台湾味，大家都知哈。因为我觉得你蛮特别，是在我们所有的一个作家里头呢，大家都会有各种书写的特色。你的特色是很特别，就如同您自己在 FB 上所讲的，把故乡最好的带出去，把国外最值得学习的带进来。所以透过一个脚步的移动，还有透过一个你眼睛所看到的，然后呢，眼耳鼻舌身意认为最好的内容，就带到我们很多人去认识台南，也让台南认识世界。所以，我们首先呢，想请问一下哈，你为什么想要去书写台南啊？会想书写台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也是刚刚好有那样子的一个机会啦。因为那时候，你知道，大概从2008年我开始去做这一件事情。对。那时候因为刚好有一些中北部的朋友要来台南玩，那你知道，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大家懂得 Google 这件事情。对。然后呢，上网一找，然后结果发现说，台南的资讯还蛮少的。相对上来讲，比起北部，它是比较匮乏的，因为介绍人比较少，对不对？然后整个台南这么的大就是结果你一 Google 下去，只发现说，台南原来它的资讯只有古迹跟小吃。对。但是原本的台南县，它有山有海有乡村，有许多不一样的特色，有生态。对。结果那时候的 Google 上面
居然是看不到这些资讯，比较少。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在2008年的时候，台南整个大书写，或是说一些小书写都还没有起来，大家看到台南就是以古迹定标嘛，但是那实际上是蛮台南的表层，而不是台南的生活美学。所以因为嘉言部你才发现你说，搞不好我会使来写，但是写吼是咱台南人吼上盖特有的，也是很荣耀的权利啦。那我想想看，那你要想写的时候，一定跟你的台南生活经验有关系咯。哦，对，当然，因为我是从小在台南县的柳营长大。哦，柳营人。对，那因为都是就是乡下小孩嘛。对。然后就会对乡下这一些事情，我会比较有一些敏感度。对。哦，那也很希望说可以让大家看到另外一种不一样的台南。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是以乡间为主，我就开始，也刚好因为工作的关系比较有时间，可以在很多大家比较不会去的这一些秘境里面，在那边钻来钻去。其实这也是你最迷人的地方，因为很多人在阅读你刚开始是在 FB 上写嘛，那你写的时候，大家觉得说天哪，你要看，只要进入你的 FB 就可以看到，其实你阅读台南的角度特别不同。我常在讲到说，其实呢，阅读是多项的。我们去看一个世界，我们去一个旅行，我们去看每样东西都是一个阅读。你正好替大家打开一个阅读台南很不同的一个视野。那也是因为你的乡下经验是很底层的台南，是这样，对不对？对，就是。那所以你当时在写的时候，你主要是以什么样的素材作为写台南的开始呢？哦，刚开始的时候我是比较以秘境为主。对。就是我想要打破那个大家看到台南2个字会联想到的那一个影像，古迹的迷思，对不对？就是我常常很喜欢拿出一张照片出来问说，你们知道这个是哪里吗？对。然后有时候，比方说一片大草原，大家第一个会想到的是说，这个应该是在屏东吧，可能在垦丁吧。对。结果跟他讲说，这个在新化而已，大家就会觉得哇，很讶异，原来台南有这样子的地方。了解。所以你就借着一张照片或是一个你看到的很特殊的素材的条件，让大家发现台南很多让你 surprise 的地方，对不对？没错。我想这也是你当时在这个 FB 上书写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蛮喜欢。为什么？因为你的台南永远都是不一样。那这样不一样的一个台南，在你做书写的时候，你怎么没有想到把它从一个 FB 最后写成的书呢？这个。其实 FB 我觉得它对我来说，它只是一个传递的媒介。那我更多比较详细的内容，我自己架了一个网站。对。就是里面它是对一个地方是比较详细的介绍的。是。然后后来刚好就出版社觉得那个主题是很好，而且很系统。那我可以请问一下你的网站的名字？我们如果 Google 的话，关键字是什么？也是一样，阿春仔印台南。就是阿春仔在台南，所以就少了很多有关台南的东西。我觉得蛮特别的，因为我也是蛮早就开始书写台南，我自己有感觉到我的书写的角度跟你不太一样，是我觉得我是从府城出去，你很特别哦，你是包抄进来，对不对？可是因为这样，因为那个包抄的经验，让我们觉得其实它蛮丰富的，是因为其实在很多旧的台南县，它特别有很多生活习惯。它们有很多生活中的素材的物件，或是我们讲祭典仪式，它反倒是我觉得台南其实很保有古味的东西。所以这样的书写的角度就变得特别的不同哈。对。但是我仍然觉得很好奇的一点，是因为你后来对于台南，你有一个很让人佩服的地方是，你会特别去找一些很特殊的行业。我举例来讲好了，我写那个热恋林百货哈，那我们在林恋百货里面有一个单元，这个单元是台南行啊来跟职人抬杠，这不简单呢，不简单的第一类就是讲行啊来找有的，阿春爸真的有这个本事。那第二个是职人，你也知道哪些职人真的很重要，而且让你找到。第三个是，你还有本事跟他抬杠。可是各位不要小看了，这个活动在林百货推出的时候，只要每次一推出，绝对秒杀。所以我就很想要问一问我们的阿春爸了。你为什么会特别觉得想去写那个老行业？其实写老行业这件事，我觉得它跟我一开始在找秘境的感觉是蛮相像的。对，因为秘境需要人家去发掘，才会发现它的美好。对。然后这一些职人，他藏在巷弄里面，他可能一辈子都在做这件事情，但是有很多人却没有去发现它。是。那他已经从年轻做到老，垂垂老矣，然后你再不赶快把它找出来的话，
它可能就老成凋零了，嘿，对对对，这样就非常的可惜。所以那时候在巷弄里面钻的时候，就特别会想要去跟他们多聊一些。那你能不能举一两个你去找到一些巷弄职人的一些例子来告诉我们？因为你的每个职人都超级有趣，你知道吗？嘿，对对。比方说，北巷老街里面的那个老德阿伯。哦，老德，嘿，对对对。老德阿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人。他说他以前是做那个模特儿密斯佛陀，密斯佛陀哦，贵案的很少人。我们现在是柜姐，他们以前是柜哥，柜哥，对，所以他也算是一个当时时尚的一个代表。哦，了解。然后现在他因为有过那一段经验，所以他其实跟很多的游客他可以侃侃而谈。哦，了解。他也很能聊。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你不要看他小小巷弄窝在那里，老德先生，他讲很多东西还真的还摩登，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哈，原来台湾英本有安内，伊讲我跟你讲绝对的是安内，因为他还很特别，他还很多很特殊的手工艺哈。对对对，他都是自己学自己做，像木雕啊，然后那个很袖珍的那一些，比方说小小的菜刀，对，厨房里面的用品，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而且他在这里面得到非常非常多的乐趣，他觉得他这样比较不会老。哦，了解。我觉得这也是老台南人自己一个生活的哲学。我觉得台南人很容易自嗨，对对，自我娱乐。而且那个他很特别哦，他把那个小小的像一个拇指那么长的做的那个菜刀，拿来做什么呢？耳环。你能想象吗？他就跟我说：“小姐，你绝对不要任何成见，你在打刚挂两个菜刀处理，其实嘛是就有气气的。”我就想不出来这中间怎么连线，可是他就是有3寸不烂之舌，真的可以呢，说到你觉得没办哦，我跟未来挂菜刀出门那种感觉，对不对？很有意思。但是他的手工艺确实也是真的了不起哈，你可以做那么精巧的小东西。我还要问你的一个是，我觉得你每次在规划这个路线的时候，除了这些特殊工艺之外，还有一种传统的老工艺，比如说这因为有没有？那也是蛮特别的。你们跟我们稍微做一点介绍。像这个吴万春香铺，对对对，他那时候他已经在府城，应该已经有100多年了。对对，然后他在里面制香的师傅，他从年轻退伍，大概20岁左右，对，就开始在那边工作，一直到现在都快80岁，将近一甲子的时间。我如果没有记错，他不是他们家人，他只是因为腮乎哈。对。如果刚刚一种两个人的感情哈，那过了1世纪了，然后的感觉或是绵长都还在那种100年那种向心力，真的不容易。对，真的，他们到后来真的比较像是家人，而不是劳资关系。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去了解这一些之后，我就会开始去想说，现在的劳资关系有可能像他们以前那个时代这么的融洽吗？我看那个时代可能是怎么样，大概时间的话呢，慢慢的过哈，人啊呢，慢慢的对待，我看人的就顺嘞。我如果没有记错，你曾经告诉过那个老师傅每天上班要花很多时间。对，他每天要从归仁的圆环骑摩托车到市区来，而且他早上6点半就会到香铺。为什么那么早啊？就是他制香的时辰制香的时辰要那么早，都骑摩托车啊。他每天骑摩托车，不管刮风下雨，天寒地冻，他是这样骑来。老板娘说他从来没有迟到过。真的哈，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其实蛮值得敬重的职人精神。所以当你带着他们这些人去跟职人抬杠，感觉你是抬杠，但是我想你背后应该有更特殊的意义嘛。你想带他们去看职人的什么东西啊？我想要让大家去体会到他们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对，跟比方说，对于一个职业的尊重，对，我觉得这是台南人之所以我们每一次出去跟人家讲说，我台南来，就会有一种莫名的骄傲。其实我觉得都是从他们这一些人的精神里面而来的。对啊，因为其实我在写台南的时候，我也一直常常讲3句话是：你看伊店里卖物件一行尔，香一行尔，对不对？然后呢，卖茶嘛一行尔，肉色嘛是一点尔。可是他却用100年、200年的坚持，他就是一生一做，一辈子做一件最精彩的。然后就一心一意的，因为我有看到你拍了很多很漂亮的照片，你在做香哦，一种专注。其实做香是就艰苦的套路哈，因为有一点空气污染啊，或是整个对身体上的某种程度的职业伤害。可是你看他在做香的那个专注的感觉。
他真的就觉得几世人的喜安那样，把这行到底做好。所以其实我看过很多你带他们去看那个职人的那些照片，我都觉得这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阅读。然后因为这样缘故呢，就觉得你看到这个职人，你学习到了，对我们年轻辈来讲，这不就是很好的一期一会吗？所以我想是台南很美的地方，所以我在想再问你一个事，我们都在写台南嘛，是。那写台南的时候，我常常讲说下台南的路下如感动，我感觉你也是这样，就是充满了热情，让大家喜欢。其实大家喜欢阿孙爸不是因为他帅而已哦，最重要是因为阿孙爸的语言文字里面充满了很多对台南的热情。我觉得没有热力的生命就没有爱。没有爱所写出来的文字，事实上是不行的。因此，我觉得用最素朴的爱去对待台南，会看到台南人文风景。那我想请问你，你觉得台南最美的人文风景是什么？我觉得在台南这么长的时间以来，我觉得最美的人文风景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它的日常。大家可能平常来玩都是比较以观光的角度去看，但是一旦你能够在这边。过几天的生活是，甚至如果可以的话，你过1个月的生活看看。对，你可能走进一个巷弄的下午，然后你突然听到，里面那个阿桑他的电视机是开着的，然后他却躺在椅子上面睡着了。然后你再往里面再走一点点，你听到邮差在叫着某一个人，是，然后那个感觉是他们都好熟，是，好像家人一样，对，就像家人一样。然后你再继续往前走，你可能就看到有2、3个人就坐在门口在那边闲聊。对，其实整个台南给大家的氛围是一个充满人的味道的，是一个城市。我觉得到台南之后要感受的其实是这一个东西，所以其实我当时特别要邀请阿孙爸的时候，特别选这个友爱街旅馆，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做了一个节目，然后楚瑞基老师这位教建筑的老师，他曾经做过这个公共建筑嘛，然后社会型的建筑，他谈到一个概念是说，在台南你不能忽略巷弄，如同你刚刚所讲，你走进巷弄像一个鳗鱼的深巷。然后你就发现这巷里面故事太精彩了，随着时间的变化，随着场地的变化，它充满很多人文的故事。那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旅馆的时候，我发现我看到它的砖墙，我记得刚刚都有茉莉像嘞，慢慢走进去之后，每一层楼都有每一层楼不同的故事，所以就因为这样，当他书写台南的时候，你就觉得其实它充满很多很有人文的味道。那你到最后能不能再告诉我们一件说，当你在写台南的这么多的一个文本的时候，你觉得哪一个台南的风景是让你最感动的？哪一个台南的风景嘛？其实不会，因为我是乡下的小孩，所以其实乡下的风景是最让我有感受的。是，那我最喜欢看到的画面其实是老农夫他们在田里面的那一种感觉。对，然后旁边可能还会有白鹭鸶飞过去，嘿，然后或者是他的老牛。虽然已经不是在工作，他可能只是跟着他在旁边。了解。那一种就是人跟天地万物在一起，然后非常和谐的画面，其实我觉得那是最让我有感受的。所以来自于乡下的感觉，会让你觉得，当我们的一个土地上在那里，然后我们的脚踏在一个土地上，那样的书写会觉得人家说拔地气啦，但事实上以我们的理解是也没有那么流行，只觉得说好像写到我们土地上的好多代曾经踏过的轨迹去写的东西，会让你觉得比较感动，对不对？是。所以我觉得其实呢，在台南呢，它很丰富的一个资源，是因为有这么多我觉得喜爱台南的这些作家，然后他去这个书写。那我想在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一集的最后，我想要问你是说，未来你还继续写台南啊？那未来你可能把这个写台南当做你的一个职志，或是你的志业。那您对你未来写台南这件事，你的期许是什么？我对自己的期许，其实对写台南这件事，我是希望说，我自己可以再更把它往延伸下去。现在我写过吃喝玩乐，我写过老职人，对，然后之后我希望的是。新旧可以去融合在一起的书写方式，了解。对，因为旧的东西台南一直在传承，新的也一直在进来。对，那他们2个之间碰撞出了非常多的火花。那是不是能够把这样子的火花跟融合，
让更多的人可以体会到这一个城市的魅力。了解，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在台南它不是一个老化的城市，因为它有一个老灵魂。可是我觉得每个老灵魂，它其实蛮幸运的是有像你们这么精彩的年轻人。虽然阿孙爸常讲说我不年轻，真的我就觉得你们的书写的本身对我们来说，它是一种年轻化的可能。当年轻化的可能它能够在台南展现的时候，我想对于台南来讲，它就比较有可能去书写到台南它更底层的东西，比如说价值观。我在想，你从柳营来，你知道。迄旧的台南观因的生活的价值跟因生活的坚持较固执啦，固执感嘛是固执的，对不对？然后第二个是说它的风景的人文，它本身在早期的时候，它算是一块璞玉，还没有被发现。慢慢的，因为我们大台南出现了。所以有很多的物产也出来了，它也可以代表一个台南的一个特质就对了。来自于柳营的你要带我们去柳营看什么呢？柳营有很多东西可以看柳营是一个养了很多乳牛的地方。了解。第一个当然是一定要去看看我们养乳牛的牧场，是去看那一些酪农他们平常工作的模样。对。然后呢，我们柳营也有一个跟荷兰很相像的地方。是。而且那个风车还是真的从荷兰空运过来。了解。就是荷兰村嘛。是。然后我们还有这个尖山杯度假村。是。就是哇，这样听起来真的柳营呢也是您很值得行销的。所以来吧，我们希望呢期待你也为柳营写一个阿孙爸带你游柳营，可以吗？可以。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阿孙爸跟我们聊到他的台南以及他的台南书写，真的让人十分的感动。谢谢您。谢谢。风花树头尾，阮的心情对你走相找。风花烟拍拍，离离点点一地走拖。春花红插头丛，碰棍青遐大丛，风来片片人乌蝶。浮城上水看一丛。